歡迎嚟到安達臣嘅 YouTube Channel。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國際象棋嘅新手如何可以喺零基礎嘅情況底下喺1年之內咧係提升去到1500分嘅。咁首先就自我介紹一下先啦。咁咧其實咧我係1年前度咧先至學國際象棋嘅。咁咧之前都係完全冇接觸過，只係咧機緣巧合底下咧，我有個朋友咧佢就話佢想搞一個國際象棋嘅聚會，咁所以咧我先至係為咗捧場而喺2個星期之內咧促成呢一個國際象棋。咁結果咧2個禮拜學完之後咧就已經可以同一啲棋序嘅高手打得有來有回啦。咁之後亦都持續咁樣參加呢一個嘅國際象棋聚會，並且咧係去訓練自己，咁咧亦都喺全港嘅公開賽喺嘅公開組裏邊咧係攞到獎牌嘅。咁喺0至1500分呢個 chess.com 嘅呢一個嘅分數嘅範圍裏邊咧，我都係跟住以下落嚟我講嘅方法去自學嘅。咁未來咧亦都係打算參加 FIDE 嘅國際比賽。咁咧關於為何成年人應該學國際象棋嘅呢一個題目呢，我亦都為此寫咗一篇 Medium 嘅文章，咁我亦都會將呢篇文章呢放喺個 description 嗰度，咁呢就喺呢一度呢就唔仔細咁講啦。咁首先呢，講學國際象棋呢，就要知道2樣嘢。第一呢，就係國際象棋係勝利條件係乜，你係為咗啲咩呢先去捉嘅。而第二樣嘢呢，就係呢一啲國際象棋嘅棋子係如何去喐。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遊戲目的咧，你就係要將殺對方嘅國王，英文咧叫 checkmate， 意思就係話咧對方嘅任何嘅下一步都冇辦法阻止你喺下一步可以食到佢嘅國王。例如喺圖裏邊咧，其實係一個經典叫做 back rank mate 嘅一個情況，就係咧白棋嘅車係可以喺下一步食到國王，但係黑棋嘅國王咧係冇任何嘅逃生嘅格仔可以走，咁咧。因為咧黑棋冇辦法阻止白棋食到佢嘅國王，所以咧黑棋咧喺呢種情況咧就係輸咗。咁仲有其他可能會結束到遊戲嘅情況，例如超時啦，即係你喺國際象棋網上面捉棋，如果計時咧用晒時間當輸嘅。咁同埋你可以投降啦，亦都可能係會出現和棋。咁首先咧就介紹一下呢一個最重要嘅棋就係國王啦，因為國王直接死咗咧就會輸比賽噶啦。咁咧呢一個國王係可以行佢周圍嘅8格，國王咧係每一邊最重要嘅棋子，無論你有幾大嘅優勢都好咧，只要你國王一死咗咧，你就會輸噶啦。下一個要介紹嘅棋子咧就係最強嘅 Queen 皇后。咁如果大家睇 Netflix 有套戲咧叫 Queen's Gambit 咧，其實就係講緊呢一隻 Queen 嘅。咁 Queen 咧係國際象棋裏邊最強嘅一粒棋，而且每一邊咧就只有一隻 Queen 嘅啫，佢可以行8個方向，打直、打橫同埋打斜呢8個方向嘅任意嘅格數。佢如果可以行去某一個地方咧，就代表佢可以食嗰一隻棋。而呢一個規則咧，除咗兵之外咧，喺其他跟住嚟要介紹嘅棋子咧，個規則都係一樣嘅。而下一個要介紹嘅就係象啦，英文叫 bishop。咁每邊咧都係有2隻象嘅，一個咧就喺黑色格，一個喺白色格。因為咧象只可以打斜行，佢只可以喺斜線上面行任意嘅格數，咁所以咧白色嘅象咧就只可以喺白色格上面，而黑色格嘅象咧就只可以喺黑色格上面，佢係喺斜線可以行任意步數。下一個要介紹咧就係叫馬，英文係 knight， 咁咧就同中國象棋類似咧，佢都只可以行日字步，但係喺國際象棋嘅日字步咧就係2×3嘅格仔，咁喺右邊嘅圖咧已經標咗出嚟噶啦，佢係可以行呢8格，咁而每邊都係有2隻馬嘅，咁喺國際象棋裏邊咧係冇一個叫做棘馬腳嘅規則，即係話咧就算呢個日字裏邊咧佢有任何棋都好咧，都唔會阻止佢去到呢一個2×3嘅日字步嘅。下一個要介紹嘅棋咧就係 Rook 車，咁咧車咧喺國際象棋裏邊同中國象棋一樣咧，都係可以行直線嘅任意格數，打直打橫都得，每邊咧都係有2隻車嘅。跟住落嚟要介紹呢一個就係一個最特別嘅國際象棋嘅棋子咧，就係兵，英文係 Pawn，佢係一個最弱嘅棋，但係亦都係喺國際象棋裏邊一個最重要嘅棋子。佢嘅第一步咧係可以行前1格或者行前2格。之後咧就同中國象棋一樣，就只可以行前1格嘅啫。但係佢同中國象棋嘅分別咧就係
兵咧係唔可以食眼前嘅嗰一粒棋嘅，兵咧係只可以食向前邊嘅兩個斜格嘅嗰一格嘅任何嘅棋。咁咧佢係換言之咧，兵咧係可以被對方嘅棋咧係因為佢前面有一格就會棘住咗，唔可以向前。咁所以兵係會被擋住嘅，但係佢就可以食斜格嘅兵嘅對方嘅棋。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完整嘅畫面咧，就係有國際象棋嘅初始嘅局面。咁大家見到，正如啱啱所講咧，係有兩隻車、兩隻馬、兩隻象，一個皇后、一個國王同埋8隻兵。咁咧國際象棋嘅棋盤咧就係8×8，有64個格嘅一個正方形，裏邊咧就大家去廝殺嘅。咁國際象棋嘅規則咧就係每邊都只可以行一步，而且咧係白棋係行先嘅。咁亦都俾大家一個提示啦，如果大家即係要係實體咁樣去下一個國際象棋咧，記得咧擺棋要擺得啱嘅，就係白色嘅皇后係喺白色格，黑色嘅皇后咧係喺黑色格嘅。因為咧就放錯咗咧嘅情況都係唔少會發生嘅。例如某一啲嘅拍廣告咧就中意用國際象棋去做一個俾明星去擺嘅一個嘅形象啦。咁但係咧佢哋呢啲棋咧佢就會係皇后同埋國王左右調轉咗嚟擺咧，咁就會鬧出笑話噶啦。咁嗱，去到呢一刻咧，大家就已經了解咗國際象棋基本嘅規則啦，亦都知道咗國際象棋嘅勝利條件。但係咧，跟住落嚟就會介紹如何去學識係點樣去捉國際象棋嘅。咁咧呢度就分享一個生產力嘅概念啦。我就推薦咧就跟呢一本書去學習國際象棋嘅呢個技能嘅。本書咧就叫做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咁呢本書其實就係表面上係講點樣學網球，但係其實係講緊如何一般性地去學呢一個技能。咁呢本書佢就話咧，學網球嘅最好方法咧係去觀察同埋模仿網球選手嘅一啲嘅動作，而唔係去將網球拆解成為一個又一個環節。換言之咧，你要學網球咧，最好嘅方法其實係去睇職業選手嘅比賽。咁我認為咧，國際象棋甚至乎其他棋，例如我都學圍棋嘅，都係一樣啦。咁最好嘅方法咧就係睇大師嘅對局，然後去模仿嘅。咁如何去揾到國際象棋嘅棋譜呢？咁咧，大家可以去呢一個網址，就係叫做 chess.com/games。咁咧 chess.com 咧，其實就係一個大家都會用嘅線上嘅國際象棋對局平台啦。咁喺呢一個嘅分頁裏邊咧，大家可以揾到好多嘅職業棋手嘅一個嘅棋譜。並且咧，佢最好嘅地方咧，就係佢每一個棋譜咧，都會跟佢嘅開局去分類嘅。咁而我嘅建議咧，就係大家可以專攻一個開局，然後去睇棋譜。大家可以去喺學習之前咧，去調查一下自己想學習嘅開局係邊一個，因為咧唔同嘅開局咧係會直接影響一個對局嘅風格啦，同埋會發生嘅事情嘅。咁但係咧，我就會推薦一個我認為最適合新手去學嘅一個開局。咁咧呢一個黃奕印度開局咧，亦都係我自己初學嘅時候第一個學嘅開局。我認為咧佢係最適合新手嘅，因為咧第一就係黃奕印度咧，佢可以分成 King's Indian Attack，即係話你喺白棋咁樣捉嘅話咧，呢個就叫做一個黃奕印度進攻啦。咁如果你喺黑棋咁樣捉咧，佢就叫 King's Indian Defence。咧就係咧黑棋嘅捉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個樣嘅。咁大家見到右邊呢兩張截圖咧，就會見到咧，黃奕印度嘅進攻同埋防禦咧，無論係黑棋定係白棋咧，個樣都係一模一樣嘅。而且佢出指嗰個嘅每一步嘅順序咧，都係一模一樣。而且咧，黃奕印度係一個實戰力咧非常之強嘅一個開局。就算你去到公開賽咧，你都仲係可以捉呢一個嘅黃奕印度嘅。咁咧跟住落嚟咧，我就會同大家去示範一下如何去打譜。就用咗咧一鋪 Super GM 一個超級嘅特級國際象棋大師棋王中村光嘅黃奕印度咧，去同大家去學習呢一個嘅黃奕印度嘅開局嘅。開翻原始嘅畫面先。咁咧，大家咧就會見到咧，嗱，呢個一開頭係一個嘅原始局面啦，咁就啱啱都分享過啦。咁黃奕印度係點樣捉咧？第一步咧就係上馬嘅，咁咧就NF3咧叫做即係Knight N 去咗 F3呢一格咧，我哋就會叫做 NF3嘅。咁啊上馬啦，咁對方係點樣喐都唔使理嘅，我都係一樣噶啦。咁我都係行
G3呢一個兵，就係馬隔離呢個兵。咁呢一步點解要咁做咧？係下一步等我隻象咧可以去 G2呢一格，令到佢變成一個更加活躍嘅子。咁對方點樣做？對方上馬嗱，我哋都係唔需要理佢嘅，佢點樣捉都好，我都係咁樣捉噶啦。咁我就上象啦，就正如啱啱所講啦。咁對方上象就亦都同啱啱一樣啦。對方點捉我係唔使理嘅，開局階段我就總之係咁樣行嘅。我就上 D3呢隻兵。咁咧就唔係行兩格啦，係行一格。咁咧因為咧下一步咧馬係可以縮翻入嚟，即係如果馬係被威脅嘅話，咁馬係會去咗一個比較安全同埋有靈活性嘅一個情況，就係因為我出咗兵咧，咁就有呢一個空格。咁嗱，對方出兵我又唔需要諗佢點解出兵嘅，咁我都係繼續咁行噶啦。嗱，中村光呢度咧就選擇咗用 C4呢隻兵去進攻對方嘅 D5呢一格嘅兵啦。啱啱提到咧，兵可以第一步行兩格，而且咧係攻擊佢前面嘅兩個斜格嘅棋子嘅。咁所以咧，其實中村光呢度係進攻緊佢嘅中心嘅呢隻兵。咁黑棋嘅應對咧就係上 C6嘅呢一格嘅兵咧，佢就選擇上一格，因為咧如果你食我咧，我就可以用呢一隻兵去食翻。咁所以咧就只係1對1嘅交換。咁中村光就出皇后啦。啱啱提到皇后可以向8個方向行，佢就行咗打斜兩格嘅呢一步咧，就係叫做 QB3 Queen 去 B3呢一格嘅。咁對方咧就出咗皇后去擋，因為咧啱啱嘅情況咧就如果佢唔出象咧，其實皇后係攻擊緊佢 B7呢一格嘅兵嘅。咁所以咧黑棋咧就物理上擋住咗呢一格，咁咧你要食咧就食我呢個皇后啦。咁中村光咧下一步咧就繼續佢嘅開局啦，佢就行咗象 E3嘅呢一格，就係由 C1呢一格咧打斜行，因為啱啱提到咧象就淨係可以打斜行嘅啫，而佢係可以食到呢一隻嘅皇后嘅，而因為象咧就淨係可以打斜行啦，皇后咧就可以8個方向行，咁皇后咧一定係強力過象嘅，咁所以咧，如果中村光可以用象去換到皇后咧，咁佢一定係賺嘅。咁所以咧，就黑棋咧係一定要避免呢一個嘅黑棋嘅白棋嘅象咧係可以食到佢啦。咁黑棋嘅應對咧就係透過皇后食皇后做一個等價交換。咁黑棋白棋咧就淨係可以食翻黑棋嘅皇后啦。咁啱啱提到咧就係車咧係可以打直任意嘅格數嘅。喺我食咗呢一隻嘅皇后，空出咗呢一格出嚟之後咧，嗱，因為個國際象棋規則係唔可以食自己個棋嘅，咁喺空咗呢一個 A2格出嚟之後咧，車咧就可以控制到成條 A 嘅呢一條嘅直線，咁而理論上佢可以食對方嘅 A7兵，咁但係因為對方嘅車咧都係看住嘅，咁所以就冇得咁樣食。咁但係咧從一個活動嘅能力上咧，白棋已經係打開咗呢條線。咁跟住咧，黑棋就上馬啦，因為佢就可能係諗緊我想活動我嘅馬啦。咁一個正常嘅發展。咁白棋中村光第一樣咧都係上咗馬啦。咁咧黑棋嘅下一步咧就係推咗呢個 E 兵，咁可能諗緊咧就係用更多嘅子力去維繫住呢個 D5嘅呢一點。咁中村光下一步咧就係去上馬啦。咁第一就係會釋放咗呢一個象嘅斜線嘅呢一個嘅活動範圍啦，同埋咧佢係威脅緊食象嘅。咁黑棋咧就縮咗隻象入去唔俾你食啦，因為佢咧可能覺得黑棋嘅象個價值係高過一隻馬。咁但係咧原來咧呢一度咧黑棋嘅中村光嘅對手咧係計漏咗一個戰術嘅，就係雖然咧兵一般而言個價值係低過馬，但係點解馬可以食呢一隻兵，然後對方嘅兵咧可以食翻轉頭咧？就係原來咧中村光嘅馬咧食完呢一隻兵，而對方嘅兵食完之後咧，呢一隻馬咧係冇咗呢一個後邊嘅兵嘅支撐嘅，咁所以咧就可以食。咁計落嚟咧係白棋可以食到一隻兵，同埋食咗對方嘅馬，而黑棋就淨係食咗一隻馬，咁所以咧係黑棋會蝕底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中村光食兵咧係一部好棋嚟嘅。咁佢被威脅緊食呢隻馬，咁黑棋就只可以走啦。咁咧因為咧隻兵都依然係攻擊緊白棋嘅馬，所以就只可以向後撤退。
咁對方嘅兵咧就繼續向前推進，就攻擊呢一隻馬啦。咁咧中村光就選擇咗將呢一個嘅馬咧調去一個安全嘅位置嘅。咁咧黑棋咧呢個時候就揾到一個戰術啦，就係叫做 fork， 就係叉咁解嘅 FORK， 或者另一個名咧就叫 double attack， 就係話咧雙重嘅攻擊。點解咧？因為啱啱就提到咧兵咧係可以食眼前兩個嘅棋嘅，因為咧黑棋咧嗰個順序喺我哋呢個視覺睇咧就喺由上邊行到下邊啦，咁所以下邊係向前，咁佢就可以食前邊呢兩隻嘢嘅。而啱啱提到咧，因為國際象棋嘅規則咧就係每邊淨係可以每次行一步，亦都只可以行一隻棋，所以無論白棋佢揀用馬去逃走定係用象去逃走咧，呢一個黑棋嘅兵咧都係可以食佢對方即係另一隻冇喐嘅棋嘅。咁嗱，但係咧呢度同時咧，原來中村光咧亦都係睇到另一個 fork 嘅，亦都係另一個 double attack 啦。咁咧，因為馬咧就係行2乘3嘅日字啦，咁佢係進攻緊對方嘅國王，亦都同時係進攻緊對方嘅車。咁因為咧國際象棋嘅規則咧就係你一定要保住國王嘅安全嘅，如果國王死咗咧，你就會輸噶啦。咁所以咧喺馬喺度攻擊緊王嘅情況底下咧，黑棋一定要做埋一啲嘢去阻止呢一隻馬咧係去食隻王嘅。呢一個情況咧，我哋就叫做 check。咁咧 check 嘅情況底下咧，對方係一定要應對，就冇得話啊，我可唔可以等下一個回合喐咗其他先？咁隻國王唔喐住咁樣係唔得嘅，呢個叫做 check。咁所以對方咧就被逼喐咗隻國王啦。咁而下一步咧，中村光就可以正如啱啱所講咧，就去食咗對方隻車。你見到咧呢度咧下邊已經寫住佢有一個+6嘅 material advantage，就係因為咧車咧 rook 咧其實係值5分嘅，而中村光啱啱又食多咗一隻兵，所以呢度就兵係1分，咁所以咧就寫住+6。咁黑棋咧下一步就食咗啱啱隻佢攻擊緊嘅嗰隻象啦，咁然後咧中村光就食翻佢隻兵啦。咁咧黑棋就選擇出象，咁出象咧第一就係隻象咧係有一個更加大嘅活動空間，而且咧呢一個嘅黑棋嘅車咧係喺下一步咧係可以食到呢一隻馬嘅。咁無論馬縮去呢一格定好定係呢一格都好咧，佢都會俾人食噶啦。咁呢隻馬咧已經死咗，但係佢已經賺咗佢食車嘅嗰一個嘅部分。咁但係咧呢度中村光就睇到咧，其實佢係可以透過食咗隻兵嚟保護佢隻馬嘅。咁所以咧隻馬咧又冇死到啦。咁就下一步就縮隻象落去，因為象係打斜行啦，咁佢其實係威脅緊食呢一隻嘅車嘅。咁冇辦法啦，白棋就只可以暫時撤退。咁佢又縮翻隻 bishop 出嚟啦。咁咧中村光咧抱住呢一個極大嘅指力嘅優勢咧，佢就繼續佢嘅進攻。咁咧佢就上兵攻擊隻馬。咁咧佢就黑棋咧就縮翻入去咧，因為兵係支撐住隻馬咧，所以咧車咧係理論上係唔食得嘅，食係可以食，不過會蝕底。咁咧下一步咧就走馬，順便咧就俾咗一個 check。大家可能聽到啱啱一個讀嘅一聲咧，就係喺 chess.com 嘅一個 check 嘅聲音。咁咧已經冇下一步啦。佢 check 完之後，因為隻馬咧係冇死到，而白棋咧係有一個+5嘅 material 嘅 advantage 咧，所以黑棋喺呢個情況底下選擇咗投降，亦都係啱啱講嘅一個嘅會輸嘅情況咧，就係對方直接投降。分享嗱喺啱啱嗰個過程咧就叫打鋪啦，咁咧就係一個大家打開一個國際象棋嘅大師或者一啲職業選手或者高分選手佢哋嘅對局咁去參考同埋模仿嘅。咁大家學習完呢啲棋譜之後咧，仲有其他嘢可以做嘅。咁咧可以喺 chess.com 嗰度註冊一個 account 啦，跟住咧 chess.com 除咗網頁版之外咧，亦都係有佢嘅 app 嘅。咁大家可以 download 佢個 app，咁咧就喺上邊做對局。咁咧 chess.com 佢個好處咧就係你唔使一開頭咧就同其他嘅真人去捉棋嘅。chess.com 咧係提供咗同一啲電腦嘅練習捉棋嘅機會。咁咧就呢一啲嘅電腦咧係由最弱去到最強嘅電腦咧都係有提供嘅。大家係可以由最渣嘅250分嘅一個 Martin 嘅呢個 board 咧係去一步一步咁樣去戰勝呢一個對手。
咁咧直到咧自己係同電腦捉啦，冇限時咁樣捉啦，捉到有自信咧，先至係開始去捉一啲嘅同人類嘅對局啦。咁呢度就提到10+0係咩意思咧？就係每一邊係有10分鐘，咁咧就用呢10分鐘裏邊係去諗，咁捉完下一步咧就會消耗對方嘅時間。咁+0嘅意思咧就係話每一步咧都唔會喺你行完一步之後咧就加時間嘅。咁有啲咩其他嘅例子咧？例如15+10咧就係話每邊有15分鐘，咁然後你每行一步咧都會加翻10秒俾你，咁你未來咧就可以更加多時間去諗下一步。咁咧你哋係可以咧係每一次捉完一鋪之後咧，無論係同電腦捉嘅棋都好，定係咧同人捉嘅棋都好咧，你都可以將嗰個棋譜嘅叫做 PGN 呢個檔案咧，係去匯出，然後去複製去 Lichess 嘅 app 嗰度咧，係交俾電腦去復盤。咁右邊咧就係一個 Lichess 嘅人工智能復盤嘅一個示範嘅圖啦，佢就會話俾你聽邊一步係錯，同埋你正確嘅步伐係應該點樣行。咁咧基本上咧，你喺0至1200分裏邊咧，你只需要靠打譜、對局同埋復盤呢一個嘅最少嘅一個嘅 learning loop 咧，你去不停咁重複咧，你就會好自然咁樣去做到0至1200分嘅啦。咁咧去到1200分嘅時候咧，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你亦都可以開始去做一啲謎題。就係英文叫 puzzle 啦，咁咧就係一啲嘅局面，然後你要喺嗰個局面度好似做題目咁樣去揾到最啱嘅一個步伐。咁我覺得咧係可以1200分先開始去做嘅。就你只要開始做謎題咧，就會好簡單咁樣喺1200分升到上1500分。而喺0至1200分咧，因為都係一個新手嘅分段啦，咁其實都係多啲去對局，多啲去復盤，去培養咗對國際象棋嘅興趣開始咧，先至去學習都係可以嘅。咁咧，如果大家咧就係對國際象棋好有興趣啦，咁我本身就喺香港嘅，咁咧大家係可以嚟香港嘅一個國際象棋嘅線下嘅聚會咧，去揾我。如果你有興趣想參加咧，你可以喺 Twitter 嗰度咧去聯絡我。咁我亦都擺咗我個 Twitter 喺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嘅啦。好啦，嗱，恭喜大家完成咗呢一條差唔多20分鐘嘅片啦。咁大家已經學識咗國際象棋嘅基本規則，同埋咧已經學咗點樣去令到自己國際象棋進步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去挑戰呢一個世界冠軍 Magnus Carlsen 啦。